見淡出熒光幕的歌手方俊難得獻唱，還特別安排傳統戲曲《四郎探母》精彩演出，以歌傳愛、關懷生命慈善音樂晚會在台南中西區登場，多位實力派歌手、資深藝人以及表演團隊輪番登台，金牌主持人芭樂、馬妞聯手主持，以幽默風趣的互動串聯整場演出，炒熱現場氣氛。我就是要來主持，就是非我莫屬。為什麼？第一點，這台南是我們的首發，也是我們創會長來講，他那時候在北京，我們就把這個場地透過很多我們的主秘，我們中西區的主秘跟我們的區長，還有我們地方的這個阿偉林成偉的老闆，你知道嗎？為什麼？因為有他們來協助我們，讓我們的活動會做得更好、更盛大。因為我本身就是很愛做公益的人啊，馬姐她也是喜歡做公益，所以她走到哪我就跟她走到哪的，对，力挺到底啊，对。音樂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，好，咱歌聲，我們一人哼哼唱唱，他心情就會非常的舒暢。那尤其在弱勢這方面，有人來關懷他的話，透過這個形式來關懷，我想他們會更感受到更多的那個社會的溫暖。愛與關懷455協會創辦人也親自以歌聲傳遞祝福，讓愛心透過音樂持續發光發熱。那現在可能是因為社會進步了，腳步加快，所以我希望說能夠借着歌聲的傳遞，然後讓大家呢有情感交流的機會，然後呢借着歌聲讓大家更緊密，抒發一下情緒。協會表示，希望透過慈善音樂晚會，讓藝術不只是娛樂，更成為傳遞溫暖與希望的力量，在悠揚歌聲中感受愛，分享愛，為社會注入更多正能量。記者陳懷談的報道。